重新继续来看苗栗的警方接到情报，讲位伫个南庄深山的山坡地，防大范围乌白来开垦。警方出动着空拍机，一路飞入山，为高空翕落去，结果发现原本青景艳的山林风草了了，山坡地嘛风画甲光秃秃，实在真可恶。 警察出动空翕机，陪去标了南庄山顶，发现这片山坡地本地应该是青片片，所扣大规模南山开垦，一大片黄艳艳的土石，规个看现现，范围超过1100多平方公尺。警察经过无人机翕到影像确认地点，落尾派警察去山顶遐麦当场掠着行，发现真侪树仔风错掉，现场还有卡图机当伫咧乌白乌。 发现被害树木有杉木、柳杉及油桐，重量约50公吨，估计遭滥垦窃占1000多平方公尺。本案因地形不易勘查，保七总队利用无人机空拍收集违法市政。警察讲，因为接到情资线报南庄山区南树开垦的情形，佮因为伫咧深山内内被掠真歹，所以就出动空翕机，地动真紧找找调查。 警察抓到涉案现场的嫌犯，伊伫咧南庄经营地庄含警官咖啡厅，因为疫情加上贷款的压力真大，就上空上芳，转为国有拿地手法，专业以涉嫌森林法、窃盗含偷占水土保持法，给移送侦办。 Hello， 我是陈雅玲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